理想之日常。喺日本英名所100選之中，青森嘅弘前公園係我最中意嘅賞櫻勝地。弘前公園嘅櫻花除咗染井吉野櫻之外，仲有垂枝櫻、白松櫻等等約50種櫻花，一共2600棵櫻花樹，所以櫻花季嘅弘前公園真係櫻花處處。喺每年嘅4月底至5月初，呢一度都會舉行櫻花祭，吸引咗海內外約200萬嘅遊客前來觀賞。喺呢一度最出名嘅打卡秘景就係呢個心形嘅櫻花樹，入夜之後配合燈光非常之靚，所以弘前公園唔單止係日本英名所100選之一，亦都係我日本賞櫻首選推介嘅地方。